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自強不息搶啦，喺佢隔離咧埋邊位置63啊平凡呢個咧就係假面騎士啊，咁啊都放咗出嚟噶啦。再見到中間蒸蒸日上得心之願，外邊海船士光內欄自有心得啊，最出係赤霞啦，紫衫喺外邊呢就百里王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尾4係自跑得啊，尾3內欄起旺區咧，外邊尾2海洋帝君啊，暫時殿後花果猴王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嘅馬係自強不息啊，咁外邊呢海船士光已經係拍咗上嚟啦，第3位有得心之餘啦，埋邊63仲有假面騎士啦，再見到中檔位置啦，咁啊慢慢上一啲啊蒸蒸日上喎，淺藍衫啊，外邊啊赤霞，後啲嘅馬中檔位置黃衫起旺區，攞出去外邊有自跑得，再後邊有花果猴王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自強不息佔先，中間蒸蒸日上追緊啦，外邊得心之餘上緊啦，埋邊呢仲有隻假面騎士啊，最出嗰邊啊仲有自跑得啦，同埋花果猴王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自強不息鬥緊蒸蒸日上嘅時候啊，內欄假面騎士上咗嚟啊，出邊有得心之餘啦，外邊追嘅馬呢仲有隻自跑得啊，最後100米蒸蒸日上透出咗，埋邊自強不息打翻出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睇下邊隻贏得到啦。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位置假面騎士，中間呢仲有黃衫嗰隻起旺區啦，出邊得心之餘最出係自跑得啊，贏馬嗰隻要影相喎，自強不息同埋蒸蒸日上相當接近。睇嚟都係阿妹贏泥地啊，又係4檔打翻上嚟啊！自強不息啊，有一步其實落後咗俾隻蒸蒸日上噶啦。跑第3名呢，假面騎士，第4名6號起旺區。三碟馬真係好差喎，5啊、7啊呢啲熱門都係三碟咧，追嚟追去追唔到喎。你睇下近鏡報文水撥嗌埋啦，不過咁啱入邊都